宫庙除了有真声，还佫有阵阵的鸟仔声。来到台南关庙的三西宫，一掠头四界拢有鸟仔抗你拍招呼。我看到好多，真的好多啦。敢若只有尔，我行者，唔捌是管真远咧。有一站有较少啊，毋过你迄少是一站尔，伊的汤团足紧的啊。算算咧，才有粉鸟出甲鸟仔顶100只鸟类，伫遮歇困做寿西卵。鸟仔屎规涂骹拢是。庙方表示，进前遮的鸟仔原本伫边仔大楼，即马用网仔围起来了后，全拢飞过来，互因非常困扰。民众为伫遐拜拜来到下头，伫遐点票啊，就系要吵了啊，头壳顶着滴着粉鸟屎啊。因为迄鸟屎用的伊会叮，叮完就拢爱搁用迄一寡清洁剂吼，搁用水甲泡软了后，阮才有法度人啉。透早扫了下晡路，鸟仔屎安怎清拢清袂了，清洁人员真头疼。庙方嘛，这次放鸟网来赶，煞造成鸟仔卡条的飞袂出去，死伫咧顶面，尸体动动害，时不时还佫有臭味。就有信众参拜了后惊到，特别伫面册反映。有感谢动保处还是讲市政府遐，较早伊嘛有来看过，伊嘛唔知影要用什么方式啦。主委实在是无奈，讲会先甲网仔拔掉，目前有伫门口挂着主人，防止鸟仔飞入去，也毋过效果有限。了后会阁继续讨论，找到好的解决办法。台南新闻出发采访报道。